大家好，又嚟到今周市場要話，今日咧想同大家咧講翻咧就係 Tesla 嘅 Robotaxi 啦，同埋一啲內地嘅券商咧，而家嚟講咧都積極咧申請翻個虛擬資產嘅交易牌照，最後咧同大家講翻就係央行嘅一啲政策啦。大家都知啦，今個月咧就係6月22號咧，咁Tesla嘅 Robotaxi 咧正式喺呢個德州咧就奧斯丁咧就係正式呢個試點嘅測試啦。初期嚟講咧，僅僅咧都係得10部 Model Y 咧嚟做測試嘅啫。不過咧 Tesla 咧亦都表示翻咧，2025年底咧嚟緊咧都會越嚟越多車，可能咧早有十萬架車咧嚟緊咧都可能有呢個 Robotaxi 咧喺度試點咁樣嘅。咁可以見到咧，其實 Robotaxi 咧呢個咧嗰個市場嘅規模咧嚟緊咧，可能係一個1萬億美元嘅一個市場規模啦。咁呢方面嚟講咧，嚟緊咧，如果陸陸續續咧真係成功嘅話，其實咧都有助咧減少翻咧就係交通嗰方面嘅一啲成本啦。呢方面嚟講咧，亦都可以咧令大家咧嗰個行車嘅時間咧，可能咧有望咧就係減少翻嘅。當然啦，而家嚟講咧，成個市場咧其實都有好多競爭對手。除咗 Tesla 咧就係參與之外咧，Google 嘅 Waymo 咧都係積極參與當中啦。呢方面嚟講咧，亦都上下游咧好多公司嘅，包括就係一啲自動駕駛嘅傳感器嘅一啲提供商啦，咁一啲地圖嘅供應商啦，再加上咧就係啲可能 call 車平台咧都會積極參與咧，就係自動駕駛呢個嚟緊呢個未來嘅大趨勢啦。個人嚟講咧，要知道咧，美股嚟講咧，而家嚟講咧，好多板塊咧都升得七七八八啦。咁嚟緊咧板塊輪動之下咧，可能咧喺呢個Tesla 咧就係推出呢個 Robotaxi 之後咧，有望咧可能資金咧都會轉趨炒作一啲咧自動駕駛相關嘅概念，都可以咧留意翻咧上述提及嘅行業嘅一啲公司嘅。咁第二部分咧，就想同大家講翻咧，就係而家嚟講咧，一啲中資啊，或者香港券商咧，都積極咧，就係申請翻一啲虛擬資產嘅交易牌照啦。當然啦，之前嚟講咧，亦都有唔少嘅券商咧，其實已經推出咗咧，可能掛鈎一啲虛擬資產，例如比特幣啊、以太幣等等嘅一啲追蹤相關價格嘅 ETF 啦。不過咧，最新嚟講咧，其實見到香港政府咧亦都支持咧呢個虛擬資產嘅一啲交易啦，亦都見到咧，有唔少投資者咧有相關嘅需求嘅，好似最新嚟講咧，中資券商咧國泰君安國際咧，亦都咧成功咧申請咗咧呢個虛擬資產嘅交易服務嘅一個全方位嘅一個牌照啦。咁嚟緊咧都可以提供到，例如可能一啲加密貨幣啊，甚至乎穩定幣喺佢個平台裡面做交易嘅，亦都可以咧提供咧相關嘅一個交易建議。可以見到咧，嚟緊咧陸陸續續咧都有越嚟越多嘅一啲券商咧都會咧即係申請翻個牌照啦。除咗券商申請之外咧，嚟緊預計啲科網公司啊，例如京東啊，都預計咧都會咧可能嚟緊都會咧涉獵翻相關嘅行業嘅。咁一啲保險公司，例如眾安咧，之前嚟講亦都提及咧，嚟緊可能咧都會申請相關嘅牌照，所以咧可以見到咧呢個餅咧嚟緊個競爭對手咧都會咧越嚟越多噶啦，所以咧呢個板塊如果有炒作嘅話咧，目前嚟講咧都係建議咧可能咧入場嗰陣時咧現手咧就係止賺止蝕位，止蝕咧就係做翻個短線嘅操作嘅。最後咧就係分享翻一啲央行嘅一啲政策啦。當然啦，之前嚟講過去幾年咧，其實都要一個貨幣緊縮嘅政策咧，應對翻個通脹啊嘛。但係而家嚟講咧，見到個經濟已經放緩，通脹亦都回落咧，見到唔少嘅央行，包括歐洲央行啊、亞洲嘅大部分央行咧，都咧就係進行翻個減息啦，就係貨幣寬鬆政策啦。可以見到咧，就係咧。預計咧，美聯儲咧嚟緊下半年咧，就可能咧都係2次嘅減息動作。今年嚟講咧，基本上上半年咧都冇減息嘅空間嘅，因為美聯儲咧都擔心咧關稅嗰方面咧影響咗個通脹，隨時咧令到個通脹咧再升溫。而家嚟講，見到外圍好似歐洲嗰方面咧，其實咧已經將個減息咧嗰個週期咧已經接近翻個尾聲㗎啦。亞洲嗰方面咧，都有大部分央行咧，亦都減息啦。所以咧，美聯儲減息嘅話，其實咧都預期咧有利翻個美股嗰方面嘅，因為咧
基本上嚟講，一旦減息嘅話，其實都會刺激到一啲企業咧增加翻個投資啦。再加上嘅話，以一個估值模型嚟講嘅話，其實個貼現比率咧亦都有望咧就係咧改善翻嘅，亦都可以提升翻個企業嗰方面嘅一個估值。咁呢方面嚟講咧，其實預期咧美聯儲央行咧嚟緊咧都可能咧做翻個減息嘅動作，咁呢方面嚟講咧都會提振翻環球嘅金融市場嗰方面嘅。好，今個禮拜嘅市場資訊分享咧就到呢一度啦。咁你哋申報翻咧，本人冇有持有咧上述提及嘅股票嘅。咁下次再見，拜拜。